我们的心要正，我们的观念要正。好，那这个正之后你会讲的五伦，正是有几画？五画嘛，哈，我们每次要做记号、算数量的时候都会写正哈。那个开票哈，投票在统计的时候，一票大家是写正的哈，一个正就是五票哈，五嘛哈，所以正是五嘛，它五伦也是五嘛哈。所以后面就觉得，哎，这个老前人呢，哈，就是古老前人做了一个比喻，后面就觉得这个比喻很好，所以就拿来用。这个正是代表为五伦。后面想问一下各位哈，五伦大家知道吗？五伦是哪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兄弟对，是这五伦哈。那这五伦后面想问一下各位哈，你们觉得这五伦哪一轮是最开端啊？父母。还有人拿答案说了父子的哈，应该是说父子还有哪一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跟朋友，你觉得这五伦哪一轮是五伦之首？哦，有另外一个人讲夫妇哦，你说夫妇哦。那各位有各位的答案啦哈，后也知道是夫妇了。为什么会说夫妇是五伦之首？为什么夫妇是五伦之首？有人知道？就是道上官夫妇。对，我们赵老师哈，就是对经典有研究哦。我在中庸里面有讲到君子之道，道端夫妇，是从夫妇开始的。这五伦之首是从夫妇开始的。为什么是从夫妇开始的哈？所以正的第一画，夫妇，是从夫妇开始的。为什么呢？你看，夫妇是，或许觉得很有意思哈，夫妇是平辈。你的里面有一般是平辈嘛，这是平的哈，是反的。那有了夫妇之后，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之后呢，就会有小孩哈。那有小孩之后就会有第二子，叫做父子伦了。就产生父子，那父子是上下关系。好，那有了小孩之后，我们会不会只生一个小孩？不会的，以前都生很多的了哈，可能现在一个就有了哈。所以呢，小孩子会有好几个小孩，就有第二个关系叫再来的关系叫什么？朋友有信。对，就会有兄弟，所以兄弟也是平辈嘛哈，所以他是很有兄弟的关系。好，那这个家再加就是这三个关系嘛哈。那我们可不可能就在我们家生活？不可能嘛哈，我们一定是群居的一个动物啊，我们一定要离开家去讨生活啊，去过日子啊哈。所以你到出去之后要去上班赚钱，就会有另外一个关系叫什么？对，就有精神的关系，精神关系是上下的，就是上下。上面领导嘛哈，我们上司下属哦，所以是上下关系是精神。那我们人还会有另外一个，就是你除了这几关系之外，我们人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会有很多的朋友这是最后一个就是朋友关系。那朋友是我们是几辈的啦后几个月很有意思的朋友会让我们觉得世界上面这一环是最长的，所以里面最多的是朋友，跟我们关系最多的是朋友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有意思所以一开始是夫妇，所以当我们夫妇道做不好的话，那其他都不用。你只要亏了夫妇道你夫妇道只要不好，那你的父子兄弟就会不好的。大家都认同吗？等下后只会举一些例子。一对夫妻不和，会伤害到谁？小孩子嘛夫妻不和闹离婚，小孩子最可怜。然后呢，夫妻不和，谁最伤心？父母伤心。所以看，都亏了，整个五伦就不全了。所以夫妻之道很
去年在大陆也有讲过一堂课，叫夫妇有缘人，在讲夫妇之道，真的是夫妇的关系后语的，都是传承的夫妇相处之道很重要，那夫妻的关系和睦很重要，所以这一块大家要好好的听，真的要好好的听而且他我就我台湾的就很有趣就会去。这个大家有看过嘛像婚前婚后大不好嘛在结婚之前我们就往下看就会讲太好了，我期待的是子宫里来临了那我可以反悔吗？我甚至想说别讲你爱我吗？当然。你会背叛我吗？不会。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你可以问我一下嘛。当然，而且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下。你有可能找我吗？永远不可能。我就相信你们这是婚前讲的。那结婚之后呢？看上面的图婚前笑眯眯。那婚后呢？同样一张图婚后为什么又变二脸相向了所以呢，婚后就有同跳往上面。我能相信你吗？永远不可能。你有可能找我？当然，也绝不可能只有一下。那你会问我一下吗？不会，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你会背叛我吗？当然。你爱我吗？不，你甚至讲都别讲那我可以反悔吗？太好了，我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临了。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婚前婚后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结婚前跟结婚后会差这么多？或许是这样子问就问当场很多年前在下面或者对方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婚前婚后的态度结果为什么差这么多？后来大家都会回答，结果就有一个人很有趣他就说因为反了，他说因为反了对吧？没错然后我就本来是从上面念下来后来从下面念下来就是反过来，就是说因为反了，后他这一句反了在后学真的是没错，就是反了。后学当初还没有讲到又反了这一个没错就是反了，怎么反了？除了这里是反了之外在节目之前我们心里想的都是他。拿就好了。有没有？是婚前我们心里想的都是他，我能为他做什么？这个他爱吃什么，我准备他爱吃的。我们要去约会我穿他爱看的衣服，带他爱吃的东西。所想的都是对方，所谓的都是对方。结果婚后呢？他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他为什么不知道我爱什么东西？他应该知道我的感受，他应该知道我讲的都是自己反的。婚前我们讲的是对方，可是婚后我们讲的是自己。婚前讲的是我能为他做什么，婚后讲的是他应该为我做什么，所以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产生了这个是夫妇之道那或者今天重点是讲夫妇之道。所以说这五轮，我们只要这五轮做得好的话，那不只有五轮做得好，我们人道就会圆满。在我们道场地有讲，人道圆满了，那么呢，天道就会成。我们只要人道圆满了，天道就会成。所以在流上来讲，你只要人道圆满了，那么你这个真跟心绝对能够和谐的。他没有，他是比较不强调，我也觉得我们在讲这个性的部分他因为他感性他着重在身的部分，他说你只要五轮做得好，那你的身体就不会有毛病。你的身体有毛病，绝对是你五轮当中绝对有的会哪一轮做不好，很肯定的给大家这个讲所以呢，他隔下来就是从自己去骑这个五轮做得好，然后也是教大家去骑五轮那再来他还战国神力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就记住了王善人所讲的一段话。他说王凤仪王善人他就有讲他说没有人做的事情你去做，没有人要的别人不要的东西你捡起来别人不能受的你能受，别人不能忍的你能忍。他就把这一段话深刻的印在自己的心里，然后落实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他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做出这个别人不做的他都做，那些鼓励
大家最不想做的，他都捡起来做，他都扛起来做，然后做到他说你怎么那么笨啊？哈，要做这么多，你不用做这么辛苦啊？他也不管人家怎么讲，他就说不会，我这个体会就好了，我不觉得我这样笨，所以他就这样做，专做人家不能做的，专做人家不想做的，就这样做，做到甚至说他做到很好了。领导想帮他升职了，他也不要，他说我不要升，好，我没有那个资格，但我这样就好了。他想，他连升都不升，他就是做最低层，做人家最不想做的事情。但很努力哈，就这么做到什么是所有的都对他改观，所以他真的就是落实这样努力做哈，所以呢，他就是记住王凤讲的，以只求付出，不求回报。只求付出，不求回报。付出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做我应该做的，我为什么还要求回报？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好，我本来就该这么做的。那有没有回报？有没有回报对我们有影响吗？就没影响。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的念头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的本分。那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得不到别人的赞赏，得不到别人的肯定，得不到别人的认同，我们还会很难过吗？我们还会不平吗？不会，因为我做我该做的，只求付出，不求回报。但是我们人为什么会不平？就是做这么多，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赏，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结果我付出这么多，得不到我期望的一些回报的时候，就会有失落，就会有不平，就会有怨恨，那毛病就来了。好，所以说记住，只求付出，不求回报，这样子我们的心会很坦然，就会真的很坦然。然后，好，那接下来就要开始要讲病人这里可能大家听得会比较不会想打瞌睡，然后我要开始举他讲病的一个例子据说之前他们这一种课有在其他地方讲过，那